冰天雪地嘅東北等緊你嚟探索啦！跟住我哋呢個8日行程，一齊感受長白山嘅神秘、雪鄉嘅夢幻同哈爾濱嘅冰雪奇緣啦！第一日，香港直飛長春，輕鬆開啟冰雪之旅，入住長春萬達文華酒店，奢華舒適嘅空間等你卸低疲憊。第二日朝早漫步新聞大街，感受長春嘅歷史氣息；下晝直奔長白山，打卡《盜墓筆記》經典場景雲頂天宮。再嚟恩都里小鎮散步，雪中慢活超舒服。停住3晚長白山皇朝聖地溫泉酒店，房間寬敞暖粒粒，晚間浸泡真正嘅火山溫泉啦，簡直係極致享受。第3日深度暢遊長白山北景區。震撼嘅長白山瀑布，冒住熱氣嘅聚龍溫泉同埋碧綠嘅綠淵潭，每個景都好似仙境。晚餐特別安排長白山人參宴，一口食盡山珍野味，暖心又補身。第4日嚟到朝鮮民族村，着上傳統服飾打卡影相，超有 feel。之後咧去努里克湖咧體驗馬拉爬犁嘅，冰越林海雪原，感受北國遼闊同寧靜。第5日去鏡泊湖睇東部，漁民喺冰上收網，充滿豐收喜悅。夜晚去達夢幻雪鄉，睇圓嘟嘟嘅雪蘑菇，行下雪韻大街同夜市，再參加熱鬧嘅篝火晚會。第6日感受雪鄉寧靜清晨，嚟個潑水成冰實驗，開啟好玩一日。下晝到哈爾濱冰雪大世界，巨型冰雕燈光璀璨，好似進入 Frozen 世界。夜晚入住國際5星融創皇冠酒店，豪華又溫暖。第7日打卡哈爾濱地標聖索菲亞教堂同中央大街，感受歐陸風情。遊覽結束，坐車返到長春。晚餐安排歲聚堂文化主題 show， 一邊食美食一邊睇表演，視覺同味覺雙重享受。第8日最後一日嚟到淨月潭國家森林公園，喺藍冰湖同精緻雪雕，將最後一抹雪景傳入記憶，滿足翻情。東北冰雪秘境8日遊，跟住翠明假期，等你一齊出發。今次仲有 YouTube 獨家優惠，詳情寫咗喺下面㗎。